和平新生天桥是拜日暗开始拆，引起反对的民间团体是真不满。这拜五有市议员就甲守护天桥的民间团体做伙开记者会，要求这台北市长蒋万安都爱听民众的意见，而且佮批评这台北市府伫咧文字审议结果还未出来之前，就宣布要拆掉，无符合程序。天桥不要拆！天桥不要拆！摕到招风反大声喊口号，希望天桥唔好拆。后一秒，施工人员已经开始进行拆除的作业啊！这是拜二时和平新生天桥开始拆除的画面。反对拆除的民间团体认为，台北市政府根本就无心参详，就强制来甲天桥拆除。为着要继续替保留天桥来出声，台北市机关监事会甲反对和平新生天桥拆除的人士，拜五召开记者会，要求台北市政府应该先暂停施工，听民众意见。号称自己最能沟通的市长蒋万安做出来的事情霸道，我们没有办法接受。反对拆除的团体指出，11月初4影响台北市文化局提报文化资产，11月13进行文字现场勘查，不过勘查结果也未出来。台北市长蒋万安就先指示新工处伫年底进行完成天桥的拆除作业，让因感觉无法度接受。当时文资的程序都还没跑完，市长就决定要判这个天桥死刑。请问这个程序的正义何在？对此，台北市文化局是回讲会当理解反对拆除团体唔甘的心声，不过文字审议的程序拢关闭，6位审议委员全拢认为天桥无符合文化资产的条件，才会决定要拆除。假使讲天桥若符合文字的资格，就算是台北市长蒋万安宣布讲要拆除，嘛无可能会当拆。文资审议它是一个独立运作的机制，不会因为谁宣布说要不要拆或怎么样，它就会被影响。实际来到现场，会当看到原本4面通的天桥已经有2个方向的桥墩甲楼梯已经拆掉啊。台北市新工处表示，30天之内会完成拆除的作业，未来嘛会伫大安森林公园设纪念牌仔，记录天桥的历史，让大家知影。记者陈阿选林旭凯台北报道。